收看咱的新闻。司法国军有新规定发车一天袂当超过2点钟，休假日暗时9点过困到的时间拢袂使发车。东南亚国家代表今年4月捌登记推演，嘛头一届模拟台海若是起冲突，因是要安怎对台湾撤离因的国民？大水后造成台南固定古迹虎城城门的南门单巨声壁放30公尺长，市府是安怎要分3阶段抢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这国军起防处罚是对时代进步开始注重人权。修法是规定讲，这发车一天袂当超过2点钟。休假的时间，军人离开营区，也有暗时9点过困到的时间拢袂使发车。也若是要发靠薪水，这是袂当超过6个月。国军拍拼做好振奋本部来守护家园，为着强化部队的管理，修正着海空军定法法和军人权益事件处理法的立法，初6正式上路。新的发车规定，免着士官兵发车一天袂当超过2点钟，袂当伫准休假外线束的期间，到暗时9点到过灯工早起7点，中昼休困时间拢袂当发车。另外，军难航行嘛袂当执行发车。为健全军人权益保障制度。国防部已经完成了陆海空军惩罚法修法以及军人权益事件处理法立法工作，并且经行政院核定，在今年的8月6日正式实行。那用科学的方式去管理军队，我认为是比较好的做法。国防部表示，讲新法上路了后，国军的定法和救济制度会更加符合法治原则。立委嘛肯定部队的人性化管理，更向前一步。我觉得国军这样子的改制应该更人性化。毕竟现在这个天气，发展太久的话，也容易中暑之类的。另外，这摆修法嘛新增加官兵发薪水，靠薪水对1个月以上袂当超过半当，专家认为会当帮助部队的管理。应该说，军方的法制是有他的想法哈，但是我们必须回到说，你施以处罚的目的是什么？服从军纪哈，服从军令哈。另外，修法了后的悔过执行办法，除了对悔过式改做伫指定处所实施悔过教育，嘛新增加后备军人伫教调期间防送悔过，无免列入教调时间。会不会有侵犯到他权利的状况？这点值得我们思考。而且教招员来自社会，他有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工作。如果加以延长时间的话，这个对他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专家表示讲，对后备军人实施悔过定法，确实会当达到协助的作用。但是因为安尼延后改掉日期，在这方面会是一个大难题。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是登来印度访问，伊咧受访的时阵有去访问到咱台海议题。小马可仕是表示，因为台湾甲菲律宾的地理位置真接近，而且因遐有真侪国民伫咱台湾食头路，所以讲因是袂当去外国。若是台海起冲突，因是一定会想办法撤离因的公民。另外，根据这路透社报道，东南亚国家代表今年4月是捌登记推演，嘛头一届模拟撤离公民。这推演的结果是讲，要靠新加坡岛空运是撤离的关键。伫咧印度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甲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宣布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层级，强调坚定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目标正明显是中国。小马可仕伫咧接受印度媒体访问，问到台湾的问题时阵，伊讲菲律宾无法度做无事代。If there is a confrontation over Taiwa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no way that the Philippines can stay out of it. The large city of Kaohsiung in Taiwan is a 40-minute flight away from the capital of my province in northern Philippines in Lawag. That's how close it is. We will have to defend our territory and our sovereignty. 除了台湾菲律宾所在外，小马可仕也讲，有17万的菲律宾移工伫咧台湾，若是台海发生冲突，一定要想办法撤离。There are many Filipino nationals in Taiwan, and that would be immediately a humanitarian problem.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get involved. 当然嘛，各国对撤离伫台湾的侨民，敢若拢有伫咧规划。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4月捌伫新加坡办一场台海战术兵推，有40位现役的官员、军官抑个学者参加，内面就第一位模拟撤侨。上面结论是，只要有甲台湾有长年军事合作的新加坡，用空运的方式，才有可能完成撤侨。每年就是有相关部队在这边3000多人的人员跟装备的这个运输，这的确是一个经验。几10万人也要用空运的方式要来撤离，这好像是比较不现实啊！哈，不管是透过海还是用空运，现在邻近的菲律宾啊，然后看再慢慢的这个转，我想这是比较可行的。学者分析，这项兵推主要伫咧新加坡部队自1975年开始，透过成功计划，定期伫台湾进行军事训练，伫空中运输方面有优势。因过因认为，若是撤侨会让在国家侪人的海运，敢若是国家合理，而且以台湾关系来看，菲律宾的重要性应该无输新加坡。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咧汉光演习的时阵，受鼓励民众会当去了解家己附近的避难地点伫咧对。不过，这阵高雄是有一个外国人甲议员顶情，讲伊发现讲这高雄有几两个避难地点，边仔有加油站、雅士行，甚至佫有这咧起厝的工地嘛，算是避难所。这议员就要求政府爱检讨。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表示，会要求相关单位赶紧改善。警察局人员大力拆掉跳华顶悬的避难所指示牌，因为民众根据内政部的避难所地图去追溯发现，竟然有避难所设伫咧加油站边，甚至佫有雅士行甲当咧起厝的工地，实在是伤害。民众向议员顶情，代志传开了后，警察局跟派人来拆牌啊。有住伫雅士行边的民众讲，这哪会是避难所？伫遮你感觉会通吗？袂通。会惊啦，爆炸大型爆炸呢？不知道为什么会贴章啊？为什么设在这里？我不太清楚。那你觉得设在瓦斯行应该不恰当吧？怎么说？啊，瓦斯行本来就跟加油站一样嘛。向议员顶情的是一位外国人，伊讲因为国际情势紧张，家己嘛是为着要保护亲人，想要到地图内底资料，毋是地点无适合，就是对应的所在无到达。伊毋是为着要指责倒一个单位，你是希望会当为台湾社会尽一份心力。准备这种事情。要做很多事，有很多人，所以有可能有不小心突然发生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对政府可以协助一下，帮他看，告诉他，小心，我看这边有错误，我觉得这样才好。防控避难点的一些设置跟部件，那不要再敷衍了事，好，那也不要再说我今天就是有来盘查，我有来贴单的就结案的。在最短的时间，那警察局跟这个公务局尽速把这些错误的资料更正。议员认为，中央到地方政府拢需要检讨。高雄市的防灾避难所是由建管处提供地点，和警察局去打指示牌，但是一个无再三查证，一个敢若负责打无协助汇报。市长陈其迈除了道歉以外，也要求相关单位爱检讨改进。记者看到邱朝阳、高雄场报道。第54届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要伫咧所罗门群岛来举行，不过这阵受外国媒体指出，因为这中国咧施压，主办国是无要邀请咱台湾去参加。咱连外交部是发声讲，咱台湾去参加，是当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甲繁荣真有贡献。第54届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9月会伫所罗门群岛举行。不过，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所罗门面对中国施压，拜托邀请台湾，不过其他成员国各表达希望台湾参加的决议之下，决定敢邀请18个会员国参加，包含美国、中国等21个关注国，加台湾拢被邀请。The cabinet has considered and took a decision that we will be deferring. We will defer the post-forum dialogue partners meeting. Taiwan's not even in the 21. I mean, it doesn't make sense, this kind of response. Please, you still have some time to really think about this. 有台所罗门国会议员批评这项决定，和太平洋岛国错失机会，这完全是因为两岸问题。咱的外交部表示，最后机会议员爱等主办国来宣布，后续维持批复官来机制，台湾参加应为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我国自1993年起，都是以发展伙伴的身份参与 PIF 各项机制，并且参加在峰会场边举行的
台湾、中华民国与论坛国家对话会议，与会员国进行多边对话。佩服会员国内底，比如马绍尔群岛、土瓦鲁丁三国甲咱互邦交。马国总统海尼就批评北京当局感谢佩服事务。所罗门群岛是2019年甲咱断交，甲中国建交，佮扩大甲中国安全的合作。所罗门群岛如果这样的片面独行的话，其实是违反了长期以来传统的这个way，那可能会使得岛国四分五裂。未来这个地方被中国在政治上所主宰的话，那可能接下来在军事部署或者是在经济侵蚀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可能会更加严重。学者分析，佩服事件显示中国一直在太平洋岛国之间扩大影响力，也让这所在加做美中之间愈来愈严重的安全竞争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口湖的文明路，今日早起11点外，收一件工程意外，有一间人家厝外想要油菜是打咧打应价，结果这吊车就无细致去卡到高压电线，造成一个工人电到下身着火，严重烧烫伤。这阵人是还搁伫咧家己中家病院救治。好，在我们上午11时的时候，有在我们口湖乡的文明路，然后有一名工人在搭设鹰架的时候不幸触电。然后就他的下半身有大面积的烧伤，我们口湖分队派了2车4人前往救治，现在已经送往我们的嘉义长庚医院。看到代志发生的民众是表示讲，这个工人迄当阵哪像是咧操作吊车，要甲铁架吊悬起哩，说是去卡到高压电线转受拍电，这电筒阁有爆炸声，工人下身随着火。上病院检查了后，伊的规身躯是有3打3度烧烫伤，目前还搁伫咧家己中吉地病院来观察。我来看这移民署要查4年的移工，昨下晡是无通知代就走入去校园内底，佮甲过路的民众查落来问话。代学生会今仔日是表示谴责，校方嘛呼吁这寡执法单位，若是要入去校园，爱先甲因通知。针对这项争议，移民署是已经会师咧，讲会个检讨。伫校内期间，代校园也有袂少学生来进修。毋过，伫初7下晡，伫学校内底一间学生餐厅外口，却发生司法警察无事先通知学校，就入去校园执法。原来是移民署的人要入去学校掠4年的移工，佮调查民众，引起学生的顾虑。先讲一下，然后才能进来，讲一下，然后才能进来找人嘛，应该是这样。民署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建立一套就是相应的制度，那来去维系学生以及同学们的安全？移民署表示讲，初7是台北市专勤队配合罗文处的稽查人员，到台大学生餐厅稽查摊商，有查到一个越南一个失业移工伫遮非法工作，因为做业前无联络学校，才引起校园的顾虑，已经有向学校回示咧。当天下午，移民署已立即会同劳运处前往台湾大学校方说明并致歉，未来将持续秉持依法行政、尊重校园与维护公共安全之原则。你只要执法单位进去，你就应该尊重大学自主，就是要跟学校打个招呼，然后有学校的人一起陪，这样。了解教育基地律师认为，专勤队的一块是有司法警察的身份，虽然调查的不是学生，嘛是爱高度尊重大学自治的管理。对此，台大表示，移民署是插手非法的外籍劳工，不是学生或者是教职员，不过过程造成学生的困扰，希望未来伫校园执法的时阵，会使通知学校，学校嘛依法协助处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代替最近号志是不时咧过样，昨晚到11点45，屏东西市的号志又搁故障，这都造成西市到潮州之间的列车慢分。即阵这代替查落是发现讲，可能是设备伤过旧啊，加上南部这站是一直咧落雨，全故障去，会赶紧甲较旧的设备换掉。代替号志搁出包，初7早起11点外，西市站号志设备故障，影响西市到潮州的列车通行。双向列车平均延误15到20分钟。初6、初7这2天，屏东地区号志定定发生故障。代替初步调查是记忆器系统出现问题，搁加上7月底捌因为西南气流大水雨地势故障，影响到袂少坐车的民众。变成一条袂当用，一条袂当用以后就变成这台。会当用的路线就变成南向北向拢变成用这条线，就变成单行道。正好就变成火车就会卡伫迄边所在。这几天的车厝有一天就开始乱，大家要坐火车就变拢是慢分。
代替说明车辆号志有问题了后，避免影响旅客，有先电开机，互设备暂时恢复。搁由电务人员一个人力调整记录器，嘛有请援手人员到现场支援。不过，屏东潮州地区的记录器有900个点，车次搁发生故障的，就是前日也未付调整的部分。你知道说，他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有进行那个68个车站的一个耗资系统的一个更新啊，那个预算应该是81亿元左右，但他目前那个进度应该是有点落后的是，那另外一部分交通部也要去做监督。铁道协会表示，连续3天突测，应该是号志设备有问题，希望代替会当先针对较旧的做替换，代替嘛回应，因会提升调整甲换新的速度，避免故障搁再发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前一阵落大雨，除了造成咱投资者看到的火车设备故障，伫咧台南迄边固定古迹虎城城门的南门段旧城壁，也搁有33个王庙，拢因为这大水雨害去。南门段这旧城壁是放30公尺长，市府会勘了后是决定讲会分3阶段抢修。可以带到150。对。主任实际提笑出来牛，甲大家讲围墙到底放偌深。台南路中我树那街这边的围墙啊，有大约80公尺长，是固定古迹。虎城城门南门段的旧城壁，今年5月才拄办建成300年的纪念活动。不过，车六校方雄雄发现，这道旧城壁乃变起起，有30多公尺放弃，赶紧通报市府。现场也先救封锁线，避免发生危险。连日的豪雨，那导致说它这个有一点小小裂缝，但是因为雨水一直往下去做冲刷，所以会造成这次的这个状况。市府表示，35年前有经修过一摆，车甲专家学者会勘了后，决定会分3阶段来抢修。按算后礼拜会来进行加强固定的作业，要安怎恢复古迹的原貌，也可以会当应付极端气候的挑战，因也个个来研究。有一些必要的加固或者是防护的措施啦，因为在文资法里面就有规定，是说必要的结构补强是可以做采用的。赶快受到极端气候挑战的固定古迹，也有台南的33个王庙，有将近300年历史的33个王庙，在2023年完成修复。这过无2年时间，这摆风台甲大水雨，所有庙里变安尼，涂骹淹水，厝顶漏水。庙方讲古迹修复限制一堆，较早厝顶有做天高倒排水，修复了后无倒就淹水啊。尾啊来无倒起哩，你看落雨，风台啥物货，规间拢水。我们要求中央在针对这个文字审查的制度上，应该要再纳入一些天气气候的因素，排水系统应该要把它做得更完善，不应该把它减项掉。议员表示，文化部坚持要将古迹恢复原貌，修复工程无设置排水系统，这款做法若无合理，颠倒造成古迹受损，希望相关单位要赶紧来改善。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超雄台南采访报道。也那中部在中华花坛乡道南方一巷是有2搭这路花崩落，交通长站到即阵也阁未通。要往回大村园林纷纷的民众，就艰难当驶路。这当地村长是批评这公家单位咧处理代志拖拖擻擻。乡公所是回应讲，已经有去勘查，会阁看变怎处理。边坡下来树啊冻掉咧，路摇土石砍掉咧。彰化县花坛乡乡道南方一巷车3发生边坡崩落来，甲路砍掉大约30公尺，往山顶行，摇大石头落落来，甲路冻一半。到即阵，因为无去海来抢通，引发当地村长不满。这个灾后已经第5天了，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道路阻断的地方呢，还有一些积水啦、烂泥巴，还有一些枯枝落叶跟落石的情况，双向的交通是完全中断。8月3号阵，我来工作反映，公所伊讲要来勘察，嘛无来，今仔早我也卡，伊讲伊无时间，对啊，我这条路是拢全民，一寡足侪人咧出入的吼。村长甲当地乡代表讲，南方一巷是来往大村园林甲分园的交通要道，山脚是山脚路，往山顶会通往中华139县道。即个当地民众上下班通勤拢会经过这条路。一摆大水雨造成2个所在崩落，阻断双向交通，赛车人驶路行要加半点钟，真无方便。来往的车辆啊，也是相当的频繁。那最近因为连续的大雨这个严重的坍方啊。那造成很多民众啊，甚至呢误闯了，车子回不去了，这个现象真的是一直在产生了。同仁有来反映说，村长有电话通报，他说我们也是指示同仁说要去现场赶快去做了解啊，就是要看他后续回报的情况，看他损害的程度怎么样来做处置。
乡公所正伫绑落来路段200公尺外口放警示的三角锥，强调已经派人到现场了解，小小评估损害的程度，才来决定抢通修复方式。不过，村长认为讲，花坛即摆大雨灾前已经陆续拢修复啊，路灯无通，应该干那存遮，希望乡公所能尽紧来抢通。记者综合报道。7月下旬一直咧落雨，花莲溪的水头、马太岸溪各有林地是崩落，造成一大崩山湖。而且这崩山湖附近11.5公里的所在，就有一个庄仔头。若是这水冲落，恐惊是一场大灾难。即阵林保署是已经赶紧去调查，认为讲未随崩花，会阁继续加强监测。这些烟尘不是雾，它一直在动。对啊，而且现在还没地震。山坡顶的山石一直过来，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赶紧停下来。这是伫咧花莲溪顶楼，本来有一条支流马太岸溪对遮流过，因过受到微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山顶的林地拢崩落来，将河道塌掉的，才变做一个崩山湖。USGS 只是一个美国地理学会他们表示说这个是他们有史以来发现规模最大的那这个有多大呢？我们初步估算它的量体这个蓄水量8600万立方土石量2亿立方。主管机关开会讨论应变的方法。根据了解，这个崩山湖自7月27到8月初5，每工水位估计增加92万立方公尺。伫即马湖面甲一流口的距离是79公尺，顶礼拜是94公尺，一礼拜内就升悬15公尺。根据上新的资料，湖面水体面积47公顷，调水量2288万立方公尺，满水位应该有8600万立方公尺。这个量差不多是一座南化水库的调水量。那它溃堤之后，我们预计从那个烟塞湖的位置到达这个红色的地方，将近就是30到40分钟就到了。南岸因为它的那个地势比较低，然后堤防的那个连续性也没那么好，所以缺口比较多，就会进水进的比较多。林保署讲，目前看起来，若是无过度大水后，这个崩山湖会伫咧10月中半顶会流出来。这嘛是无立即崩败危险，不过可能会影响包括下楼、大高线、马太岸溪桥，也个河道两边的主路差不多7个行政区，范围不止大。林保署讲，水位落到警戒值，就会启动防溪抗离加强这撤离等必要的应变措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中南部的雨总算是停啊，开始出日头。不过这嘛是网通上高探雪的时机，就一定要特别注意这天高这个疫情。风地中心监测就发现讲，仁德、安南区、安平区、中西区这探白网的指数较悬。台南市政府是出动无人机，嘛派这区公所的人员去巡积水，加强变数。无人机豆豆起飞，准备要进行高空巡查。台南将近1个月拢咧落雨，造成部分区域拢出现积水。这2天总算是出日头啊！不过这嘛是病虫开始生团时机，地震风台造成未少灾民厝体害去，这无我空旷的积水，若无清理好势，惊到时会有自生源。水来风台下去一个鱼拢死了拢走了，阮着讲去买100块来紧放无要安怎？你是惊讲会死？系啊，忙死创啥的？个风台真侪水嘛，所以阮会麻烦阮一寡志工朋友来加强，搁有就是透过广播来宣导咱的民众。每一个都是志工。目前台南市敢若有境外移入病例，不过根据风地中心统计，第31个礼拜平均阳性率达到36%，比去年加悬真多。第31周平均阳性率达36%，比去年同期20%高出许多。共有121个里阳性率超过40%，其中当中以仁德区、安南区、安平区及中西区的文美指数较高。经过疾管署统计，到8月初6，全台已经有125例天高嘅境外移入确定病例。这回风台佮加上西南气流带来真侪雨水，病虫咬生团，民众得爱加强摒扫环境，清理积水，避免发生天高嘅的风险。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讲这破坏现金这个议题，若要是呼吁政府，就要赶紧发落给民众。财政部国考署是强调讲，会依照行政院的指示来办理。不过国考署长嘛表示讲，这特别条例内底是有写讲10月底进前就要执行，这恐惊是做袂到。
因应对电管税冲击，立法院7月3号通过强化经济韧性特别条例，其中2350亿用在破坏现金1万。条例内容也明定，应该在今年10月31进前来发放。不过财政部各个数承认，到目前为止拢无明确内容甲后续规划，恐怕无法度照时间来还。对于执行完毕的这件事情大家看法就不同。单单行政作业时间大概就要1到3个月，那结束了以后，民众还有领取的时间呢，通常都会给6个月到7个月的时间呢，努力在处理当中啦。2023年破坏特清，迄时阵又特别条例2月1日3号通过，总统公布成效了后5个工作日开始陆续接票户，旅游局将领方式上紧透过线顶登记，4月初6就领，期限到同年10月底，有6个月期限。在野党认为，迄时阵建立相关的系统，这摆就应该比较办理。已经留给行政院来做这个行政作业的时间，财政部长不会做，主计总长不会做，那就干脆换人来做。哪里说发一个这个现金还要半年的时间？请问你的薪水需不需要半年再发给你呢？如果是立法院片面的来增加政府预算支出，也就是立法院来决定普发现金，这绝对违宪。但如果是行政权透过更全面的审视，在财政的筹措、财源的分配、整个发放的合理性各项达到一个综合的规划，那么由行政权来决定普发现金，这就符合宪法。民进党还表示，面对洪灾的灾后特别条例等重大指出，破坏现金除了负压制记录，立法院针对违宪记录的部分，考虑的认为立法权不应该干涉行政权，希望行政主动出击，和破坏现金合法合宪。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前员工哪像泄露2奈米制程的机密，和日本的东家为了科创，这件代志是引起众人关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日本公司是已经派主管飞来台湾处理。不过，东家科创昨的声明又原是表示讲，无发现泄露机密的情形。两间公司安尼长期合作，这阵算是出这个代志，合作的关系敢没有变化，也搁会观察。东家为了科创员工涉嫌偷摕台积电2奈米的机密，批评引用知情人士报道，拜3早起，东家为了科创各部门团队伫会议中有员工接到指示，讲卖讲这件代志。也有人指出，东家为了科创主管已经不用台湾处理后续。从台积电的角度啦，可能会开始对这一家设备供应商啦，从开始不信任，然后开始逐渐的会找别的设备商，甚至不排除啦做国产替代。事件爆出了后，尽管日本东家为了科创对外发声明讲，对着涉案的台湾子公司前员工应该辞职。亚来公司内部调查也无发现相关机密资料外泄。事件爆出了后，台积电发表声明讲，对任何违反公司保护营业秘密，要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完全无得容忍，绝对将严处理，追究到底。业界传出，台积电更加提出史上上界严重的连续5级的定处，包含副总顶级的高层，拢可能受到影响。专家认为，台积电若是要防范相关事件再发生，建议会使将重要内部的资料转到实地某一所在才法度看到。现任员工跟离任员工之间的接触原则，也一定要再强化关于机密讨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为有可能离任的员工也会认为说，这些计划过去都是我参与过的，我只不过是拿了这些东西来复习，强化我现在在工作上的熟悉度嘛，哈。但是这样无形中就会触犯到营业机密的问题、国安的问题，所以那个代价其实非常高。专家提醒，有关台积电涉弊案，爱观察到底是私人中间的资料偷摕，还是有系统的公司中间的竞争，这商业机密的偷摕。不过，有其台积电2奈米高良率技术，短时间内已经难以被取代。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要甲进口的半导体扣100%的关税，台积电有伫咧美国设厂会当免扣税，不过其他中下游的厂商有关系受到冲击。今仔日咱台股开盘是有起后稍落挂，不过若是整体来讲是起17点，收伫咧24021点。
美国半导体关税全球的产业是关岛关注，目前暗算出口去美国的半导体含晶片，拢扣100%的税率。另外，伫美国设厂也是已经承诺的，拢会当免除。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初次接受专访的时阵强调讲，总统川普要甲半导体制造业带回来美国。Right, the president over the last 3 days has met with the leaders of, or spoken to the leaders of all of the tech companies. He had Jensen Huang from NVIDIA, Tim Cook yesterday, both in his office talking, and he set tariffs to bring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o America. 卢特尼克受访时阵，证实川普伫公布关税进前，捌会见辉达和彭博的高层，听出黄仁勋等人的意见，嘛指出讲有90%的半导体都是台湾制造。不过相对来讲，台湾的厂商目前只要无伫美国布局，可能专受影响。就是我们都还在这个研拟嘛，哈，现在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中，所以这个各种资讯都很需要。那么我们都是在整合啦，哈，整合，然后这个谈判完成了以后，我想应该都会跟大家报告。按照应对关税的冲击，经济部长郭志辉讲，嘛是要等上尾的结果出来。不过市场真侪因素的影响，这波台股大盘是维持关动震动，收盘24021点起17点，台积电开盘冲关1185块，后边翻乌收价1175块。因为现在整个半导体晶片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美国当然接近市场，而且有很多资源，有一些包含到日本、到德国去，是把我们的国力的延伸到国外去，所有最核心的研发的能量还是在台湾。不过面对关税冲击，产业界是信心化为，因为台湾产业的韧性真大，就算成厂制造，同款有能力来保有竞争力。各位当看做是把产业的力量拖到国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口愈生愈少，根据内政部上新的资料，到今年7月底，咱的总人口2333万多人，已经连续19个月倒休啊！这金门、连江、台北的人口是减上济。咱若是来看这台北的部分，因为厝贵人住袂起，加上交通利便，所以讲有真侪人是选择住伫咧附近的新北、桃园，逐工通勤。台湾正面临严重的囡仔生少的危机，人口负成长已经是常态。根据内政部7月公布的最新户口统计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底，人口总数是2333万7936人，人口连续19个月负成长。就关系别来看，甲去年同月比较，人口减少上最是金门县、连江县、台北市。以整个的，就是你消费跟你的那个薪资占比的话，是会比较困难。台北感觉人太多了吧，而且房价又很高，物价又很高。我觉得交通方便这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啦。通勤都是在可能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得了的啊。台北市厝真贵，真侪人买袂起，加上捷运系统真方便，造成真侪人虽然住伫个厝较俗的新北、桃园，才过去通勤到台北市工作。根据台北市民政局统计，今年1月到7月总人口数比去年同期减少将近4万人，也那出生人口数也比去年同期大减18%，全国是减少13%，这是一大严重的问题。今年出生人数确实蛮不乐观的，对，因为突然下降了蛮多的。不管是地方或全国，其实都是下降的趋势。民政局讲，台北市政府对联谊活动来敦促结婚率高、生育奖励、托育服务，也加强青年社会主体，希望实际来减轻少年人居住负担。对着租厝人，最近是推出优先厝源的做法，打造信任的优先租厝市场，并且鼓励欢迎租厝人设籍，多方面减慢台北市人口流失状况，也离岛金门也面临人口负成长问题。金门还是有少子化的这个问题哈，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房屋税的新制哈，所以对自住房屋跟这个非自住房屋的这税率的差别，所以有一些涉及在金门的民众呢，就把户籍给迁出去了。民意代表侯友关府应该思考金门人口甲人才政策白皮书，提出有吸引力甲实用性的加人才劳调类做法。社会事实讲，最近正伫研究调悬生育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火车、高铁也是捷运的车厢内底，不时会有人讲话大细声，看影片阁放甲大声，影响到其他乘客。今日早起，到立委按算要提案修法，要求交通部得参考日本的做法，车厢内底禁止讲电话，若是违法会当罚钱。
坐车通勤，伫咧高铁代替捷运的车厢内，有人可能拍算要好好啊休困补眠一下，但是有当时啊就无法度。有时候可能小孩比较吵的时候，然后他们又有一群人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比较热烈的讨论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会稍微影响到别人这样子。有时听到人咧骂囡仔，又拄过乘客讲电话讲啊大细声，看影片无挂耳机。有立委拜告召开记者会，要求交通部应该爱参考日本的做法，针对铁路法和大众运输法做修法，伫咧车厢内拢禁止讲电话，并且爱关静音，若无就罚新台票1500块到7500块。我们会提案来做相关的修法，大声喧哗、妨碍车厢宁静、不经劝阻，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就罚款。是毋是要用罚金来处理？民众有无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爱罚钱，乘客才会惊；也有人认为讲扣坑就好啊，唔免到罚钱。不用吧，我们都很守规矩，干嘛还立那个罚？太无聊了吧？把那个力气花在别的地方吧。我觉得可以啊。至少乘车的品质会好一点吧，新的应该没有人会听吧。铁路车站的人员呢，可以视情况呢，拒绝运送或解除运送这个契约。交通部表示，即马高铁已经有相关的规定，若是旅客伫车厢内讲话伤过大声，也是行人冤家口劝阁唔听，拄到即款人，高铁会当拒绝载送，该赶落车。交通部也认为讲，敢要罚钱，也阁需要等社会有共识。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顶个月有人散布假消息，威胁讲要攻击机场。最近检警阁发现讲拍影片的迄两个被告，是一个网络找非法薪水权的头路，说是去当着贼劫贼的情形。这犯罪集团是要求因拍恐吓的影片，后来因无爱配合做头路啊，影片就去互砍出来。时阵，这检方是认为讲，这两个被告为着趁钱，明知影讲这款影片若泄露会引起公众惊吓，有愿有去拍。所以讲，这检方是请法院该判当刑。我会在台湾所有机场安装炸弹，让我们拭目以待。检警顶个月20日接到有人散布危害惠安无实在信息，正好抓到姓廖被告、姓黄的被告到案，高向法院申请姓廖被告羁押核准。另外，姓黄的被告是代票10万交保。其中廖姓被告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本案于今日侦结起诉，检察官认被告2人所为影响社会安全甚巨，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园地检署表示，姓廖甲姓黄的被告因为财务不好，正好透过网络应征高薪非法工作，或是做诈骗集团的车手的时阵，犯罪集团要求录制含糊，怨恨政府当时讲用暴力部炸毁机场这危害惠安的恐吓影片，若无照做，或者是乌食乌，就散布影片。被告2人因于网络求职，经犯罪集团要求录制含有抱怨政府、扬言炸毁机场、车站等恐吓言论影片，是因被告2人拒绝工作后，该等影片经上传网络。专案侦查中间，用违反民用航空法加恐吓公限等罪嫌起诉2审。桃园地检署认为，被告2人为得到高额不法报酬，明知影片有散布在公众的可能，也是照指示各自录制影片，各在工作要求了后，被上传通讯软体群组。被告所做危害机场、车站等场所安全维护，和民众之间安全甲无信任影响真大，建议法院爱当刑。记者综合报道。关岛附近的海面有一粒热带性低气压，已经结做风台洋流。这气象署是预测后礼拜3会上划近台湾。不过，这目前风台路线甲强度也有真侪变数，敢会直接影响咱台湾，爱去观察。日头赤炎炎，北部地区民众便若出门，都要规身躯汗。不过，伫最尾，中央气象署宣布讲，第3秒风台洋流生成，这款的天气可能会转变。是讲目前也无确定洋流风台敢会直接来台湾。即使它走比较偏南的路径，我们目前预估它还是会比较偏向是还是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那如果走比较偏北的话，甚至目前有一些资料显示它甚至没有办法维持台风的强度，所以目前的这个部分其实不确定性是蛮大的。毛气象专家认为，未来影响洋流风台变化方向的因素，除了观察太平洋高压的强弱，还有另外一个变数，就是风台本身的强度，敢会维持轻度风台，也是变弱
也是吹强变作中度风台，搁爱密切观察。按预报趋势来看，洋流风台目前哪像7月中的微帕风台，有期按后礼拜2开始会接近台湾，拜3是上瓦近台湾，拜4可能渐渐离开。不过，在风台瓦近台湾的时阵，这几个地区要注意雨势影响。我们大概会先认为它往台湾东南方海面到南边，就是巴士海峡走的机会最高。那如果照今天的路径来看的话，受影响比较大的区域就会是落在东半部到恒春半岛这一带，尤其是花莲、台东、恒春半岛这边，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是比较明显的哦。那其他的地方大概就会被山脉给屏障。气象专家分析讲，有关洋流风台的路径甲强度，可能要到礼拜才会较明朗。目前预估，若是这个洋流风台离开了，太平洋高压会继续影响台湾，未过含有大范围的低压带，会当恢复一般热浪的天气形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的义德乡19号顶会，但那是风台霜冻啊较严重，公所是申请经费，请临时工啊来到顶建打扫环境，加共是请到超过100临时工。临时工协助民众来向公所申请风台受损的补助，因讲请侪年岁大长辈毋捌字，要写的物件嘛真侪。透过这个临时工的机会，我们协助长辈家己嘛会当学到物件。我们家也是有受灾户，所以我们来这里学习，至少我们回去那边有客人，有人问我们也是可以帮忙协助啊。有的一天跑了好几趟，所以说舍不得他们就是来协助，而且我又可以学习到，原来公务人员真的是蛮辛苦的啦，他们的文件这么多。除了伫乡公所协助办理业务以外，有搁较侪人是伫外口整理因为风台变垃圾的环境，甲风台水灾产生的粪扫做分类。嘉义县的义德乡因为风台造成真大的损害，透过中央经费的补助，聘请超过100名的临时工，要加速来进行灾后的整理工作。这些临时人员是中央补助的经费，就是所谓的以工代赈。那这些人员呢，接下来就是协助我们做这个，比如说一些分类，因为一开始可能我们收进来的这些垃圾呢，其实分类做得并不好。那我们让这些临时人员帮忙协助把这些分类做好。我们前几天来都是下雨来工作，我们看了也很心酸啦，看每个灾民都很辛苦。乡公所表示，伫遮斗3工的临时工拢是异地人，因领的是上少的薪水，煞是做真辛苦的工课。感谢因的协助，互向来灾后重建的工作会当快速的来进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南投中兴新村内底30年以上的树啊，拢受到保护，是袂使去甲因撤掉的。不过当地里长是讲，已经有树根去影响到徛家的安全。南投县的文化局就表示讲，会请专家去评估，看要安怎处理。看得到的还好，看不到的是更危险。南投县南投市中兴新村几廿年来树木生长过度，树根拢爬起伫厝顶甲壁，甚至造成排水管损害。另外，嘛有一寡老树破病起气，在地里长指出，若无赶紧处理，恐惊会影响居民的安全。相关单位在中兴新村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个方面能做个这个增修调整一下。适不适合整个中兴村都涵盖在里面？是不是应该限定一个局部的区域？文化资产保护法它有受到蛮多的限定的，然后又加上一些护树团体，他们会去这个抗议。但是受到中兴新村文化景观保存甲管理原则规范，顶规树种树龄30年以上，袂当刷走甲错掉。对此，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是表示，目前树啊若有造成紧急危害，民众会当先通知文化局，派员先评估处理。要若居民只是修正是无问题的。针对这个部分再去进行一个补充的规定，那会再请那个树木专家跟文资委员来进行这个讨论。必后伊若破病影响建筑无，阮来看法阮来甲居民甲里长先开一个协调会。南投县政府文化局表示，针对大樟树啊影响到徛家安全的部分，未来会请专家、文资委员进行讨论，嘛会送文资审议，讨论处理方法。记者辛怡南投报道。来看这宜兰大溪跑马古道公园，本地是国军的明德训练班，开1.3亿甲伊打1亿3千万甲伊打造做公园了后，这设施煞是无交装，是肯定有人咧去。
地方县望讲会当增加设施，所以因为这块土地是机关用地，争取未过。县政府是表示，要多经历后才有法度发展。伫宜兰大会跑马古道公园拢无人，这座公园内政部加县政府总共开1亿3000万，2021年开园，迄当阵的政策是要为市区保留绿地，叫做打客戏，不过即马煞伫咧市网啊。就是比较单纯性的公园而已吧。如果它有些游戏设施会比较好一点，就例如小朋友玩的那种共融式游具啊什么的。应该是吧？是。那现在就是它改成公园以后，只是觉得它这个只适合一个休闲散步，然后它的一些设施设备比较少。民众讲公园无人，主要是设施无多。这座公园本来是国军民德训练班，经过地方争取，国军把土地移拨予国有财产署，并且甲县政府签代管契约。地方希望公园会当有新的服务设施，或者是开放企业加社区入来，不过国产署无同意。在这个公园的现状是整理得很漂亮，但是它的使用率非常的低。那我们是希望说让它使用率高一点。但是国产署似乎不同意。依照县政府甲国产署所签的代管契约内面规定，跑马古道公园袂用盈利，也袂当开放单一的单位建筑。县府本来计划一个跑马古道公园要设共用式游具，但是国产署认为公园的土地使用分区是机关用地，照规定是无法度设共用式游具。因为那个跑马古道部分，因为它的那个使用分区是机关用地。是。对。所以就没办法这样子。对。国产署讲，即马县政府是也无完晓，而且跑马古道公园的土地使用分区将会变更成做公园绿地加儿童游戏场的用地，才法度设共用式游具等服务设施。这部分县政府会当办都市计划变更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彰化福兴乡的万丰村5年前开始，就有少年辈咧做社区营造，设计这艺术课程来甲老大人上课。今年是头一届举办社区剧场，或者老大人甲囡仔人同齐搬戏，了解在地故事。起来开两对水清，搁清，食好创水味，嘛食好浸水。好，我带你来去吼。好来。时代甲少年仔同齐搬戏，搬出过去伫社区边仔大溪耍水的情景，佮有花主公参牧师趣味的互动。彰化福兴乡万丰社区设计下世代创作的剧场表演，了解地方特色。万丰社区这是后教会毛发主公。是一个多元的社区。阮是伫遮大汉的，阮无参与到阿公阿嬷较早伫遮生活，对即届的戏，互阮知影阿公阿嬷进前的历史。万丰社区5年前开始启动万年丰富的营造计划，用艺术教育的方式进入社区。今年设计剧场，剧本都是来自社区时代的生活经验，透过一系列艺术课程，互时代接触新事物，心情嘛变甲真乐畅。互阮的脑力有咧刺激，有咧活动。互阮退化速度会较慢。大人较侪，青少年因对在地认同感较少，所以嘛透过这个计划，咱是用陪伴的方式，带咱的细汉婴仔来做伙，邀请因来参与学习。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到2050年，台湾高龄人口比例成长速度排全球第3，下世代关系正做重要议题。社区希望透过营造计划，会当培养时代的创作力，嘛靠少年辈转来地方发展，达到青银共好的目标。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大埔县跟台语团体合作举办台语夏令营，伫咧这铁道部的园区，透过导览甲激头脑来做任务，互囡仔人用台语来当了解台湾的铁道历史。我要互伊遮中有一个空，然后其他拢是铺起来，安尼卡伫咧这面顶，可能会较好用。就是阮要试看来会使行无，结果我一直无成功。囡仔激头脑，动手做火车的车轮，想办法互伊莫走出铁记录。这是台湾博物馆办的台语夏令营来设铁道部，也对老师也甲囡仔解说讲，火车的车轮是圆锥形的，安尼车伫转弯的时才袂冲出铁记录。规划夏令营的台语团体表示，希望互囡仔通伫台语环境佚佗激头脑，嘛通了解铁路的知识。互囡仔熟悉火车，熟悉火车会当带我去倒位旅行，所以会使熟悉若是火车的种类，嘛火车的发展的历史。
也对嘛结合园区内底的火车车厢、防空洞，一个8角楼这的古迹，互囡仔认捌天道历史含建筑美学。大埔县嘛含台语团体做伙开发教案，即个也伫咧营队内底试驾，未来拍算免费提供予有需要的老师甲民众使用。阮8、9月的时阵，会阁招老师我来，阁甲这教材，甲要安怎进行这个，是做一个教授的演习名。希望除了阮这个园区以外呢，入去教室内底会当用所以我像是全方位的啦吼，就是各个方位拢用的来推动。今年台语夏令营拢总是背推大约240个学员。大埔县表示，打开放报名无到10分钟，名额就抢了啊！这嘛显示民众对台语活动的需求真大。官方表示，透过和民间团体合作，结合双方的优点和专业，希望让台语的路途愈行愈开阔。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看，以色列的内阁会议是通过全面控制加沙的计划，想要毁掉哈马斯。联合国是讲，这是国际法无法度接受的代志。也若是以色列的百姓呢，因是就街抗议，讲因上大的诉求就是希望人质赶紧放回来。几落百个示威者伫耶路撒冷总理办公室附近，用铁链甲家己连起来，大声喊口号。迄当阵，以色列安全内阁正伫咧开会，讨论是毋是要扩大伫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示威者希望卖，即天伫咧特拉维夫也有同款的阵前抗议，民众会举啊拿连接的相片放火烧链啊。We don't want to see that. We want our people out of Gaza. 有一位以色列官员讲，安全内阁将会进行辩论，并且批准一项扩大的军事行动计划，将以色列伫咧加沙也未控制的全部或者是部分地区提起来。无论过去做出什么款的行动，拢会是渐进式一步一步加强对哈马斯的压力。总理纳坦雅胡随即接受访问时阵，表达以色列的想法。We intend to, in order to assure our security, remove Hamas there, enable the population to be free of Gaza, and to pass it to civilian governance. That is not Hamas and not anyone advocating the destruction of Israel. 哈马斯随即案发声明警告，纳坦雅胡的计划表示，伊愿意牺牲伊原被关伫咧加沙的连接，来达到伊个人的政治利益，想要继续用伊的种族灭绝甲驱逐政策，用犯更加侪罪行来达到伊的目的。ايش بدهم يسووا اكثر من هيك ما ضلش فيها اصلا. It is not accept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y expansion of the conflict will be catastrophic. 有报道讲，以色列军方的高层对这项行动有质疑甲反对，认为可能会出现敌对甲游击式的反抗局面，会损害以色列伫咧国际上的名声，也让人看出无真正的长期战略规划。另外，以色列政府不准，亲像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顶在内的国际媒体入去加沙自由采访。伫即马，以色列军队已经控制加沙3%的地区，也因为战争，大部分的加沙人即马拢无家可归。若是以色列控制所有的地区，一定有更加侪人爱被迫迁徙。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咱台湾南部前一阵仔一直咧落大雨，灾情真严重。其实全世界有袂少所在嘛有相款的情形。有些学者就指出讲，这天气愈热，气流温暖湿湿，这雨地一困落甲真粗真高，若佮加上地形雨落伫咧山区，这大水甲水崩山灾情都真恐怖。印度西部大城孟买附近一个贫民区，伫8月初因为山顶落大雨，大水向山骹冲来，造成严重的土石流灾情。其实，自台湾的南部各县市到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区，拢传出短时间内落大雨，造成水灾加土石流的灾情。When you have lots of air going up very quickly, so then the water in the air will then condense and become big drops, and then it comes down 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it looks like a burst, and so that's why it's called a cloudburst. 根据咱中央气象署的定义，若是24点真久内累积的降雨量到200毫米以上，就符合暴雨或者是豪雨的标准。若到350毫米就叫做大豪雨，若是有500毫米或者是以上，就是超大豪雨。这种剧烈的天气容易发生伫咧山区，也更加容易造成严重的灾情。When the air comes hitting a mountain, then the air will be pushed up. So therefore, you will have both the heating itself and then the what we call the orographic forcing, the mountain itself forcing the air to go up. So these two factors add together and therefore would then cause the thunderstorms to develop much faster
and stronger. 除了较接发生的雨大雨，无正常的降温也愈来愈常常发生。像日本北海道这种纬度较悬的地区，就几日便出现超过摄氏40度的温度，而且时间也愈来愈长。专家讲，除了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这么四月拢有人看到阿门土的建筑物影响也正大。If you're in a city, you also have thes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s. So basically the tarmac and the concrete absorbs all this heat, and they get warmer, and also these places don't cool down as much during the night. 专家提醒讲，容易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灾害，常常拢是高度开发的散策国家甲地区，人口太过集中，欠缺防灾设施，也无健全的医疗体系，需要大家国家关心注意。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再回来关心明各地头天气。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